參見娘娘。哥哥免禮。今日進宮，不知哥哥有何要事？唉，都是我的疏忽，讓一些阴险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臣兒这2日在府中，既擔心弟弟的安危，又為謠言所困，倒是輕受了不少啊。臣兒受傷。但不管是何种情況，對2位殿下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臣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。哥哥是自家人，有話直說便是。臣以為這一切都是儲君為利所致。儲君一日不定，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穩吶。前幾日，皇上身體不太康健。有些人他就不免多想。哥哥這話有道理，可是皇上禁止後宮干涉朝政，近日來身子又不太好，就更加忌諱別人提起立儲君的事情。皇上雖然洪福齊天，長命100歲，但這立儲安穩朝政之事也是當務之急呀。免得有些人賭博下注，惹是生非，不管哪個殿下有所不測，傷心痛苦的還是娘娘您呢。還是哥哥心疼我，我試着找機會探探皇上的意思吧。娘娘聖明。真是好人难做，敢吃本姑娘的豆腐！哼！我不愛吃豆腐。愛吃豆腐的男的怎麼會說自己愛吃豆腐呢？哼！本王真的不愛吃豆腐。真的嗎？那是當然。你為什麼不愛吃豆腐呢？豆腐可是個好東西呢，它能提供人類所需要的蛋白質。1兩大豆所含的蛋白質呢，相當於1兩瘦肉、3個雞蛋、4兩米飯。它還含有鉀、鈣、鎂等5種抗癌元素呢。經常吃豆腐呢，還可以預防和治療直腸癌、結腸癌，還有乳腺癌。多吃豆腐呢，還可以生津潤燥、清熱解毒，有益中和氣，還可以有利於呼吸道和消化系統的疾病呢。看着我幹嘛？本王決定，明日開始吃豆腐。切，我說了這麼多有技術含量的話，可不是讓你去耍流氓的喲。哼，那本王還是不吃了。你怎麼能不吃呢？那麼有營養的東西不能不吃的。你，本姑娘從來不記仇，有仇當場就報了。怎麼樣？周大同哦，不，現在應該叫周神通啊！啊，你現在真的好厲害啊！以前有千颂伊病床凹造型，現如今有謝延琪輪椅型男秀。哎，對了，你說我們穿越過來那天，你當時是不是跟孔雙双、孟姜待在一起啊？不確定。我那天呢，也是正好路過那輛道具車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到這兒了。那照你這麼說，那他們也穿越過來了？怎麼，你遇見他們了？
我不太確定，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見孟姜了。在哪兒啊？就是綁我的那夥人嘛。然後我看到一個人戴着跟孟姜一樣的手串，一樣的戒指，哦，連說話的聲音都是一樣的。你沒認錯吧？那你告訴王爺了嗎？那怎麼可能？我哪是出賣朋友的人啊！嘿，他這個人精，走到哪兒都能好吃好喝的。哎，不說他了，說說你吧，你那邊什麼情況啊？我什么情況啊？哎，你和靈奇王爺啊？我可聽人說了，皇后想暫時擱置你們倆結婚的事兒，所以我問問嘛。還能怎麼辦呀？別人說嫁就嫁唄，說不嫁就拉倒唄。皇命難違啊，槍桿着不是買賣。嘿，說什麼呢？什麼買不買賣的？有你這麼說話的嗎？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我看吶，一時半會兒咱們也回不去了。你以後啊，還是好好想想，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才對。喂，跟着我干嘛？双双，唉，没想到才分開幾天，你竟然吃了這麼多苦。不管到哪兒，都難不倒我孔雙雙。哎，對了，雙雙，我之前看到尹晴柔了。尹晴柔，她怎麼在這兒？這有什麼不可能的？我們倆都穿越過來了，何況是他呢？況且人家現在可厲害了，差點成了靈氣王妃。他連跟我提鞋都不配。哼，說這個都沒用。你看我現在不照樣成了山大王啊？依我看呢，還是早點想點辦法，穿越回去才是真的。你以為我不想回去啊？我還想回去做我的超一線大明星呢。你都不知道上次我的電影有多火。哎，對了，我上次去那個好萊塢溜達，那個 X 漫的那個導演說我特別適合第5集裡那個傾國傾城的變種人呢。你說這個有什麼用處？你得回去再說呀。哎，對了，你現在住哪兒啊？要不你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壓寨夫人得了。別鬧，人家現在可是凌塵王的人，我也是無意間聽到他們提起你，才知道你也在這兒。哎，對了，我跟你說，你自己小心點兒，他們想要辦了你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我才不怕他們呢，我山寨兄弟多得很。不過，我倒是覺得你成天跟着凌塵王有什麼好？難道他長得比我帥？德性。不過，我跟你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過我現在在王府還有些事情，而且我現在一走了之的話，惹怒那個王爺對咱倆也沒什麼好處啊，你說是吧？要不這樣吧，你等我把事情都辦完了，我自然會去找你。行吧，那我等你。